金山乡，委托台湾东北角，旧名金包里，是因为开拓吉兰草嘅日任，光复过后改名做金山乡。因为北山面海嘅关系，太屯山下嘅天然钢筋同蓝色嘅大海，弄使得到金山同时欣赏到。又含有大约2公里长嘅路基巷，好多是嘅建筑特色同好食嘅东西，更加丰富金山嘅观光资源。我们就是以我们的农业，我们结合我们的本身的近海渔业，来带动很多游客。金山有山有水，有很多的天然资源，是值得大家共同来这边游玩的。可比向金山嘅高级巷，汉时的深度客家先民同样开垦嘅故事，像中国嘅王屋，點解開台主就係福建省漳州府嘅客人。阿嫲要過去講起，阿嫲就是阮叫阿嬷，咱即嘛叫阿嬷，迄句哪會攏叫阿嬷，我都唔知啊。47歲嘅黃金村所講嘅阿嬷，上來係王屋你下閒聽得到嘅客話，替18世嘅黃金村回憶，當時嘅時節加速先人係要用客話交通。當然時嘅時陣吼，阿公、阿嬷、阿祖，迄攏講客啊，吼講客啊，大家阮嘅時陣就有講，敢若無講啊。王屋嘅來台主係替11世嘅黃連峰，但先過來金山開墾，上網做農，1740年就起咗錯火房屋。迄句嘅時陣吼，大陸伊講大陸嘅時陣吼，會淹水啊，吼會水災啦，所以吼，所以來遮吼，來遮嘅時陣，找到遮嘅時陣講，這環境佫袂歹。叫你客吼，那客內底就是土東攏用寫，有迄些天地真清。王屋同樣台台相傳，唔過客話什麼傳落來。每日閒時嘅地道客家新婚街，就係建築嘅時，會用到貴婦嘅聲音。啊，那拜公嘛是用菜碗，是用規只的。拜公嘛，攏個開只的呢，阮這開只。早期客家族群在这边是少数，那多少可能有一些比较一些各方面的顾忌，好不会很明显的去表达，所以金山的客家族群一般都比较隐藏。啊，阮阿伯伫啊啦，阿伯，伊咧問講咱是毋是？郭慶年係菜鐵嘅金山人，同金山做田野調查工作已經超過20年嘅時間。根據佢嘅研究，除了中國嘅王屋之外，太屯山下定角列達，早到200-300年前，也有相見嘅客人對漳州府來量開墾。呢下大頭量嘅後台係有20萬戶，只係列到相見嘅後台，差唔多都唔知祖先係客人，甚至也唔願意認同自家係客人。我們常從歷史了解，閩南人跟原住民，說是用欺騙的啦，或是用怎麼樣的手段啦。那我在想，客族在早期在這一塊，應該也是像少數民族，應該也是一個很艱難的情況，在這邊生存。所以他們到現在會有這種隱藏的情況，應該是情有可原。可能係歷史嘅關係，也係環境嘅影響。定角相見嘅後台同客家嘅關係已經當小，日本人討談早期移民社會促權關係嘅無奈。不過到金山路嘅起，霎時地發現一個閃色嘅里。路基巷移動面目嘅流動燈，服侍三山國王。雖然三山國王嘅信仰算唔得完全代表客家，不過普遍來講，好多族群係嚟會認為三山國王就係客人所拜嘅神。呢點對22年前劉仁成奇妙時所發生嘅誤解，就是在呢度。鄰近的厝邊，也是講這海邊啊吼，伊迄個人吼，
拢问我讲，因为我艺名叫三郎嘛，啊三郎恁兜是拜什么神？我讲三山国王，讲什么三山国王，我连听嘛没听咧。要么有人讲我做是，因兜我做拜迄是叫做凶神恶煞，啊那要创庙王拜。本身係福佬人嘅劉仁信，而拜機會之下，托福卡服侍三山國王，同時開放民眾來拜爺，因為佢詳細向村民解釋拜神嘅意義，一般三山國王嘅信仰，參照到當地行出族群嘅界線。三山國王來4、5年中間有迄個困擾啦，過去吼，就漸啊，即馬雖然講就近的吼。伊若無來拜拜，伊嘛認同有影這三山國王是正神。根據考委會嘅統計資料，金山嘅客人將近有100左右，當中攏係因為交流量，也係落實嘅關係。從上面的先吃哈，然後花生最後才吃哈。50歲嘅羅貴王，謝謝。係一間餅店嘅天二台。早到47年前，就聽到熱愛對拖延龍潭搬來金山。跟它，你的甜度看夠不夠？有沒有？你冰一點就好了。哦，冰落去，寬那點，沒有寬。有冇？呢位就係羅貴王嘅阿妹黃小菊，後生時為咗生活，規劃搬到了解上款嘅蔬菜來。上愛來金山做生意啊！金山的生意較好做啊，用大唔好做。黃小菊本來諗到到金山嘅生活，實在比之前較好啲，不過萬事起頭難。來到時節哦，先種甘蔗，甘蔗種落去吼，清濟，賣唔出去啊，要賣機器來交稅賣，賣嘅時間呢吼。就賣起落去啊，就兼賣就研究賣白內啦，賣大項都賣出錯啦，豆腐花啦吼，甘蔗水啦吼，還個仙草啦。頭擺生活嘅辛苦，黃小菊還記得清清楚楚，嗰下因為唔曉講好咯，同人客之間總係冇乜嘅話講。親手講法啦，講乜湯唔食啦，湯唔食嘅時間呢吼，那是銀行人係拿幾多東西，我出人拿幾多錢。黃小菊辛苦幾10年，菊太50歲年，2年前已經將餅店嘅生意搞本來。當初是都已經結婚了，對不對？爸爸媽媽他們都年紀都已經有了嘛。我本身我不是學這個的哦，我30歲才開始學這個，以前是做黑手的。然後老灰人年紀都已經有了，然後我就只好回來接了。專務卡接生意嘅羅貴王當清楚，冇創新，當然頭競爭激烈嘅羅家生存，所以呢幾年佢研究當到做餅嘅方法，口味也增加到30種，只係一下那改變很多。從菜會讀到老人家嘅衣服。我跟他們講過了，你沒有這樣子的話哦，以後你會很難生存啊。因為你不能太保守，你太保守，你現在你這樣你的冰淇淋都越改越新了啊！你要以前賣那種刨冰，我是從刨冰開始做的嘛。你沒有一直改良的話，你到最後的話也是會被淘汰掉。我這個來一杯萊姆酒，哦，還有呢，可以選3顆哦，好，可以選3種口味，1、2，這個，好，再來1、2、3，自己選。呢下嘅餅店，實際講係羅家巷嘅招牌店家之一，也因為做生意嘅關係，廠菜會讀到客人。羅貴王講，雖然自家冇乜介紹講客，不過他鄉依故地，廠菜本地當感通。桃竹苗那邊客家人來這邊買冰，我聽他們，講客家話有那種腔，有沒有？我就一聽就知道，說，都客家人呢，我們都是自己人呢，我們都感覺會都比較親切，不一樣。他們說，一樣龍潭搬來的，我們都是自己人呢。以後我在廠裡面，來這邊來這邊玩嘛，來這邊買個東西吃也好，來這邊到這聊聊天啦。
这几年因为交通便利的关系，来金山的游客越来越多。看准安尼个商机，10万年前林阿路嘅生意就到老街巷做茶米嘅生意。啊，咱阿妹就去做啦，啊做啊，人家退休的啊退休的无聊就来听歌啦。62岁嘅林阿路係苗栗市妇人，後生時就到基隆鐵路局這條路。幾年前退休過後，唔係到基隆屋下土筍享受天倫之樂，就會來金山嘅點行聽秀。林阿路講，安尼嘅退休生活，佢已經當滿足。兩個金山天早開始做本產生意嘅店家。天一台調解人劉業賢，35年前對新竹竹東加流量，同老公共下經營加速事業。這將結婚嘅歡喜並無維持幾久，因為單車係2日嘅無向款，就本期好友餘慘。咪搶教人啊，咪應用辦好喎呀，咪不看咪病啊，咪做啊。屋下太太細細嘅事情。劉業賢總係識得處理好些，特別到殘疾方面嘅管理，涵蓋藝術也無精彩。我哋水質是一流的，水質係1流啊！我哋健保衛生局來檢查一下，我哋水質都係合格嘅。2年來，湯屋並無停止行，改用車化嘅設備，點都係維持老頭白嘅風格。到豪華嘅晚餐去食，嘅價錢係當高啊！一張以來500塊、600塊、1000塊，可是我都係一張以來是8塊，我都係40度，一40度我都係40度，好跑湯嚟嘅，好跑晚餐嚟嘅，佢係跑嘅水質，唔係跑嘅裝潢。因為有特色，劉業賢呢間湯屋已經到金山開超過半世紀研究，除了堅持經營理念，客家5線群協上萬嘅精神，更係重要嘅原因之一。雖然客家市民和金山界開墾的事已經漸漸不因填標配，移民了兩個客人也常常因為環境嘅關係，相對變較遠線。不過發現呢條情景同一下，就是在指導客人參與當地嘅開墾同發展，日本金山界人文風采，更加有內涵同意義。